的选择。但是咱嘛绝对嘛，毋是讲，即马就是鼓励你讲，爸母话啊，英语就无重要，你语嘛无重要，毋是这个意思，绝对毋是安尼，嘛毋是讲咱即马注重本土的文化，就是别个文化，咱就无关系，绝对嘛毋是安尼。但当然嘛是希望讲台湾会当亲像，譬如讲马来西亚是其他的国家会当真正是多元文化，因为我感觉讲伫一个即马是国际化嘛，但是国际化其实。一个地区的本土性其实是较重要，因为你要有本土性的特征出来，你在国际才有一个对比。差不多分享到这，谢谢。真欢喜吼，有听到咱两位、四位拢总5位吼，包括 David 以上的即个分享啦吼。其实呢，台语原来是安尼，即本册吼。我原本看到的时阵，头起先嘛是甲咱拄仔讲啦，讲，哎哟，那写即个字吼，毋知咧写啥，这宝宝母敢若有写错侪毋对呢，吼，连宝宝母敢若嘛无讲介正确。但是呢，我搁详细啊看内容了吼，我发现讲，即本册其实落尾我有家推荐的原因啦吼，就是讲会当讲是即两位少年人吼，对家己的语言文化有一个觉醒，有一个想要转去走找，想要翻头来走找，安尼一个生命历程啦。对我来看是感觉安尼，即本册伊的主要的问题当然是用华文写吼，毋过呢，上界主要是因为有伫即个。家己的故事、生命故事、甲文化、即个土地意识、即个物件的即个过程内底，去找出即个艺术的语言，也是讲即个艺术，伊可能是本来是啥物款的艺术，就是即个找出即个源头的即个过程，我感觉是真感动啦吼，因为少年人吼，伫即马的即个的啦吼，少年人吼，会当来注意到家己的。语言的重要性的，其实讲实在愈来愈少，毋是讲介济。甲有即个信心嘛，是讲勇气，想要开始来找找。无论讲写出来，可能毋是完全的正确也好，但是开放互大家来互相交流讨论嘛吼。安尼一种的行动，我是感觉值得大家来关心、来注意啦吼。所以即本册吼，拄啊好咱今日作者、画者拢伫遮。吼，即个真古锥的即个芳芳画，真古锥的图吼，才会即本册即个活泼活跳即个物件吼，嘛讲会当在座各位若种讲有机会吼，伫咱正在书城看者好，也是讲等下来看头前即本册吼，咱就会当讲，透过即本册来，互更较侪人来注意咱台语的即个相关的代志，嘛是真趣味安尼吼。安尼拄则所做谈的4位分享的内容，其实也不遮丰富啦吼，是毋是咱即马现场的即个各位的作家、先辈来宾吼，会当对因4位拄则所讲的，若有啥物要甲因问的也好吼，也是讲有啥物感觉想要分享的、想要交流的吼，是毋是咱即马开放互大家淡薄仔时间吼，才看讲要请倒一位来回答安尼。好，在座有啥物问题要问的无？咱拄则即位头先，咱即个阿雄甲李勇吼，即个是较罕见的即个岛语的家庭吼，即个范例啦吼，较罕见的，敢若袂输无正常吼。这伫台湾来讲，真足可怜吼，应该是爱真正常的吼，一个家庭就本来就是岛语的交流吼。毋知有咱的先辈吼，在座各位兄弟。是毋是要来分享一下，还是要问因问题，还是讲有啥物要甲因增加因的即个咧教囡仔语言的武器吼，要提供武器互因的，提供即个资源互因的嘛欢迎吼。好咱即位是毋是咱？好，麻烦咱即个婉婉姐吼。来分享一下。今仔日赶场啦，所以来吼，就较捌参加这场吼，我有一个感想吼，看到得奖的这个少年，可见吼，
咱的台语吼，抑阁是充满圆满哦。阁来一点就是讲，看到即个台湾竞赛呢，台湾竞赛用一个越南人的身份吼来感叹讲越南的驾车的终点数竟然加出咱台语的几6倍，这是咱即个政府的悲哀，也是台湾人真正是爱深深去思考，为什么会变安尼咧？哦，这是我搁一点的感觉。搁来看到一个越南人，伊为着要培养伊的下一代，遐尼仔细汉就教到遮尔老，我足感动。我听了足感动。台湾人是毋是即场有听到的人，拢去甲即款消息传播出去？越南人，只要是少年爸爸呢，你爸爸要遮尔少年，伊就已经有想到即个文化的重要性。啊，咱台湾人呢，台湾人到这时，要发展一个讲，甲迄个台语课甲摆落去学校，加一撮仔时间，就真困难。这大家听了一定当会好好思考，为什么台语发展袂当像人安尼遐尼的迅速？应该台湾人爱家己做较侪的检讨，哦，啊，这嘛，甲咱叫醒啦，吼，台湾人遐尼侪人，即个80%几个台湾人，竟然语言的受到遮尔大的打压，这实在是互人感觉讲感叹足济，吼。啊，今仔真欢喜，你敢扣来咱办这条，吼！啊，虽然我头仔听无听到，赶着无听到，但是我嘛总感动，吼！啊，问以后若有这个机会吼，有较侪人来听，因为安尼无够侪，真正无够侪吼。啊，应该阁有较侪人来听，吼！啊，希望这少年的，拢少年的呢，这是台湾人的愿望。虽然你是为了竞赛，但是你嘛有重视台语，吼，这我嘛足感谢，吼。啊，少年的爱去影响少年的，吼，爱招较侪少年的，大家斗阵来拍拼，吼。好，感谢大家。感谢咱这个国家两位家吼，王姐吼的分享，是毋是咱诗人吼，蒋安通老师嘛要分享一下吼？在座姐姐，咱关心咱台语的命运的好朋友，大家好。20年前，1995年啊，我和李鸿基教授、韩国方面做伙我一个大学啊，做伙食暗顿。李鸿基教授坐伫我的正对面，伊对我讲，台湾一当30万个老伙仔、老大人了写去，啊，一当啊，差不多30多万个婴仔出世，了写这30万个老大人，拢是台语讲了非常水气的一辈，啊。当出世的婴仔，以后拢行台语，不止袂当补较练长，而且迄种足济含听的听无，所以我就决心开始写儿童歌谣，因为规个台湾的教育啊、教育文化，和国民党规个。会使讲啊，武家
非常歹，真惨淡。已经退一句，阮台湾人社的社长郑正玉讲的话啦，国民党抢劫台湾文化，伊抢劫台湾文化，所谓手段是啥物？第一，是打咱的母语，把咱母语当作方言，母语相当尊贵的。我若电去教师演习会，讲课去到新竹也好，还是去高雄，还是台南、伫台中啊，咧讲课但是一直强调台语毋是方言，台语伫咱台湾是咱的母语。所谓方言啊，咱中国咱两个广东人去四川咧佚佗，四川人听着因咧讲广东话，迄就是因广东遐的方言，因广东迄个地方的话。咱伫台湾啊，讲台湾话是母语，母语非常尊贵的，有咱阿母的面孔的语言，是亲情无限。啊，语言啊是文化根，是甲伊搭咱的母语，讲是方言。继续探听，我伫做活动前，阮牵手的高中英文老师，一个中国东北辽宁来台湾的一个查某老师，有一天啊去阮兜遮厝边，看着我用中国话讲，用华语讲啦。谢老师，我每一次到菜市场去，听到台湾人在讲台湾话，好大声，好吵，难听死了。因为毕竟是阮牵手的高中英文老师，现役名我袂使讲，因为毋是好话。啊，我对听着啦，总是我袂使随甲吊大啊伤厉害。我怎啊讲？林老师，因为听不懂台湾话，你才有这种感觉。你听得懂的话，你会发现台湾话很好听。我打个比喻，打开了开，跟合起来合。打开了开，开还是好听，短短的一个音。台语啊，归怕归，就像在唱歌一样。我们台语啊，本身有音乐性，有相当好的音乐性，音乐性非常丰富。那个讲英语听不台语，我几乎拢用华语讲。啊，你像讲对应，打开了开，合起来合，合起来，上唇下唇。两排牙齿都是张开的，台语，哈起来，哈，完全正确，台语是非常精密的语言，而且呢又是送气，一边讲话都可以把一点点气送进去，所以我若在上课，我伫高中加社会课概论。我20年前，20通年前，规节拢用台语讲，啊讲了那是学生袂拄久，以前咧用中国话咧讲课啦，讲到学生，一班啊拢有3个5个咧拄久的，因为我中国话讲袂介好势，啊用台语讲的那是啊，学生精神足好，因为啊我家己咧上课啦，咧规节课咧足轻松的，像我来教师演习的讲课3点钟。非常轻松。我遮因为从透早出来，到遮巷中老食饭咧买，无餐饮就从迄个哪有小可烧声。我一个国家用听啦，因为张秋龙教授，伊向迄个陆家英周美智、周美智、周美智老师啦，经利用唱我的歌过后啦，啊去台湾迄团台湾合唱团。另外，高雄啊，一款台湾合唱团演唱我的歌，了，会较会听众啦，因为拢是大人，啊若年纪较小的，我个中学生，我上去啦，要教育下一代，语言发展愈早愈好，就遮啦，咱阿雄啊，虽然迄个花千金，地理啦，这款教育
是非常好的，等于讲家庭的环境来介好，而且啦，愈顶一辈愈好。迄种地米啊，因为行因啊做社会，所以迄种合法讲了真好。我爱注意时间啦，因为我今仔袂住去啊，所以我简单讲者，即愈细个囡仔愈重要。有人想讲，啊，你著读册较好了，有人介好的时机啦，就过去啊。愈细汉啦，迄种伊个大脑的语言区啦，等于海绵共款，全新的海绵去吸收啦。所以德语教育来讲，随时必须学，因为德语教育拢按照成功，啊，像这个爱龙，啊，迄种像利用啦，对迄种地理啊，即款教育啦，即款德语教育绝对100%嘛，想讲，太可惜了，伫台湾啊，像因安尼做的啦，恐惊100个家庭找无一个家庭，这太可惜了，就谢谢。咱要搁有即个少年辈吼，嘛来讲话者好无吼？来，咱即位缘投仔遐来讲一寡你的想法。大家好，我的名号做颜勇，艳勇。毋过吼，我伫厝内我的时代啦，包括我的阿嬷，拢叫我艳勇，无叫我颜勇。所以咱发现讲无毋对，头拄咱的迄个前辈讲无毋对，咱拢咧讲囡仔话。所以我即摆拢有当时会甲阿嬷讲，你上好尽量叫我的正名，莫叫迄个。啊，搁有普通物件，毋是干那我的名伊安尼叫，普通物件伊嘛是会讲做迄个华语，还是讲就是讲比如讲洛梨好，洛梨其实阮阿嬷伊讲伊较早细汉是讲，因为受日本教育影响是讲阿布卡洛，啊后来伊拢对阮妈妈讲洛梨。所以我自细毋捌听过讲阿布卡罗是，有一个算咩讲，嘛是先摆啦。啊，有咧甲我讲阿布卡罗，伊问阮阿妈讲，敢是有即个讲法？伊讲对，伊拢安尼讲。我讲安尼你爱安尼甲我讲。所以我其实嘛是真有意识要去学台语。我是对2010差不多大学迄时阵。才开始倒转去甲母语找同，所以甲因头拄仔咧分享的相像，就是讲，其实我较早台语嘛是讲像因安尼尔，啊是最近仔咧慢慢调，啊搁受到迄个罗马字的影响，罗马字其实非常足好，所以我是一直伫我的朋友课仔内底咧去推广即个罗马字的使用，因为我。尤其是我伫 Facebook 顶头，我拢会用罗马字落去写，啊有的人会看无，啊我会定甲讲，啥物款字母可能是代表啥物音，安尼头拄仔音去答，伊就会晓。所以讲，我感觉讲是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用咱家己的方法，简单的方法就好，互人感觉讲，这是趣味的，就入来。无有的人会感觉讲，即种物件敢是真困难。所以我感觉因出一本册吼，迄阵伫 Facebook 看到咧宣传阵，感觉做趣味。就分享这看身躯边的朋友，若是讲有兴趣的话，敢是会当来要来看嘛安尼。所以我的经验差不多是到安尼分享到这。好，感谢最后吼，咱时间嘛差不多，是毋是讲咱达人、阿芳、甲阿勇、李勇、地理，看恁各位吼，就是一个过几分钟啊吼，简单做一个结尾一个安尼，吼。那个感谢在座的各位吼，有互阮几个宝贵的迄个指导的意见吼，那嘛足感动，有在座这边的各位都给我们这么多的鼓励。那其实我想要讲，我们因为我是外人，所以我看得比较客观。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说，大家都把那个推广台语、客家话、原住民当作你自己的任务来看待？那找出有啥物台湾人不爱讲台语，选择台语跟选择客家话跟选择原住民
是这么难吗？好，那为什么？原因是什么？那我们找出来原因了之后，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问题可以解决。那我个人的观点说，台湾人明明知道你跟中国人不一样，为什么还是一直选择他的语言来当做你沟通的语言？那我不晓得说这个说法会不会刺激到，或者是刺激到一些人。那但是呢，我讲一个例子好了。我太太当初在越南念书的时候，被一群中国的女生围着，恐吓，那甚至有打她。那只是因为她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她说台语，她说台湾是跟中国是不一样的。那难道你们这些就是讲华语的人，然后而把华语当作一个独尊的语言的人，你们是被沦陷到像我太太一样的角色，你才发觉说你应该要跟中国人区分，你应该要维持台湾的本色吗？还是你真的是被威胁到你的人生的危险，你才觉得说中国人是这么可怕，台湾人是这么不一样，你们这么有文明，可是你偏偏就选择就跟他们这么的 low， 那为什么要做这么就是不合理的选择？那这个只是我是外人，所以我讲比较白一点。那你们就是台湾人有一个弱点，就一直活在一个和平的观念里面，就是什么都求和。那只要会讲沟通就好，可是这样子的话，那只会让就是对方会更有多机会来欺负台湾本土的人而已。那要坚强起来，更加强的是跟世界接轨，就跟周围的朋友做好。人家说是共同的敌人，是不是朋友？是我如果是你的敌人的话，是敌人的朋友嘛，对不对？那如果我跟中国是敌人的话，越南跟中国是敌人，台湾跟中国又保持一个不是什么和平的位置的话，那台湾跟越南应该要连接起来，我们要和谐起来，是一起对抗一个大的坏邻居。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刚刚那本书就是我也是巧合，就是某一次开会，然后就红辉姐姐就是拿给我看。那因为开会很久，所以我边看，可是觉得很有趣。但是重点是什么？我觉得说真的是年轻人参与这些活动，会真的是引起很大的共鸣。我当初我只是翻来看而已。那也是一开始真的是觉得说，怎么会用这么就是教育部的东西啊？那是那个写字那么难看的东西，那为什么不直接换成一个罗马字就好？不是更简单？可是后来看他的图，还有他的用心的部分，觉得说，其实我有一些是，就是对他们有一些刻板的印象了。说年轻人参与推动母语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有更大的力量。那只要找出像他们这么热心的人那我们团结起来的话，那台语一定也会出头天的。大家加油！大家好，我最后想要分享的是就是咱学习，我是感觉讲咱学习，不管是啥物语言拢有分阶段，就是头一个阶段就是要伫从生活中，就是你想到啥你就讲啥，用你的语言来讲。第二个阶段就是，譬如讲，第二个阶段就是要找出讲较水开的话来讲，就是譬如讲食饱，毋是干那食饱尔，就是你搁来讲，就是譬如讲食的物件，你会当形容一个搁较讲有路的字词来做。第三个阶段就是会当去找新的字词来去答，就是有寡字词的人常常拢会挑战讲，恁即个台语是啥物话，敢有即种讲法？你即个啥物？搁我听过有人讲 DNA 台语讲，问题你 DNA 嘛毋是迄个对，这嘛对嘛毋是华语对，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讲爱去
分几个阶段来去思考即个语言的部分，就是咱无一定讲一定就是即个语言就是一定爱牵位对答安尼硬反过来，咱会当搁创造一个新的语言而已。啊，这是我一点仔感想。好，感谢。上尾请芳芳。我最后简单讲一下好啊，若是咱听到香港人的少年查某囡仔讲谈话，总感觉讲足正常的。啊，为虾米咱会伫台湾感觉讲一个少年人，还是讲囡仔讲台语，甚至是其他的爸母话，会感觉讲足爽的，还是讲不正式的？我感觉这是较怪奇的物件。其实，台语也是其他的爸母话，拢会讲甲足温柔嘛，会当讲甲足高水的。就是安尼，谢谢。我顺续上尾搁讲过者吼，因为咱即个台南市文化局有一本即个台港台语文化季刊吼，伫咧最近就会出版第13期，内底就有咱达人的一篇台语小说，吼，再请到是咱好朋友大家吼来做伙看达人所写的台语小说。我想真无简单，就是讲对因找找的即个语言的过程，到即马开始，虽然讲可能你感觉只是咧试写、学习写，毋过这是足好的一个行动吼。开始来甲即个生活语言，搁要进展到讲文学语言吼的即个表达所以伫遮补充吼，达人伊的即个是毋是第一篇啊？第一篇。第一篇吼，因为即个台港台语文化季刊即期的专题是叫做《永远的故乡》啦吼，拄好一篇即个台语小说吼，是故乡一个概念。毋过我不只欣赏的就是你是用较小可有科幻吼，科幻的即款的性质吼去表达，就莫讲伤济吼，然后大家家己去欣赏啦吼。咱即个活动到遮吼嘛，差不多到一个要到上尾坎站伫遮嘛，讲过一个，就是李光桥台语文化基金会伫咧今年的即个世界母语活动，除了今仔日台南这第一场以外，还佫有台中3月初7拜六下晡，甲3月初8伫咧高雄甲台北，即个两个所在拢是3月初8吼。拢做4场的即个活动，嘛咱在座好朋友会当佫甲即个消息吼，奉送互咱的台中、台北、高雄的朋友知影吼。鼓励大家，因为逐场的座谈甲颁奖、领奖的人吼，拢无共款吼，拢是少年的人较济啦吼，真有生命力的一款影片，希望讲大家会当来，互大家亲戚朋友吼知影有即个活动消息，做伙来参加。上煞尾咱是毋是做伙来翕一相吼？甲咱即个第一场的世界母语活动吼，做一个完美的结束吼，就是咱做伙来不管咱在座先摆吼，大家拢来头前吼，来做伙翕相。是毋是咱大家手头拢有即本吼？是毋是会当请大家尽量甲即本摕来吼，做伙来做一个纪念吼，互咱大家来做伙学。